这个 FL5，原来没有咖啡的，原来有自动五轮，现在升级这个无线咖啡，一个、两个。第二胎咖啡呢片，然後同時裝個後視鏡下翻。這個是第二台啟動，然後它同時升級了後視鏡下翻，還有這個屏幕現在已經連上咖啡了，很快了這個東西。然後我們倒車的時候，它後視鏡會自動下翻倒車。這個是改了快排了，有點不習慣。這個狙擊，這個3D 了，這個要開 WiFi 才可以用了，這個地點你自己先註冊了。還有這個模式切換了，這個是自定義比如說我現在要加模式那這裡一設計它就轉過來了，這個是加模式。它同時增加一個鍵離子，打開導航到三水華哥本田改裝。如果要執行，你要打開定位服務，你想淨係喺呢一次打開，取得去以下地點嘅路線：三水華哥本田改裝。已結束。導航到三水廣場。如果要執行，你要打開定位服務，你想淨係喺呢一次打開，取得去以下地點嘅路線：三水廣場。呢度睇到嘅，用原版嘅地圖就可以喺度睇，用高德地圖就喺啲別睇。